跟住落嚟咧，我哋好榮幸咧，係邀請到咧香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工商市場及營業總經理Samuel Kong 工程師。咁佢哋會為我哋分享佢嘅一個嘅演講。咁呢個演講咧就係Hydrogen Development from Time Gas。唔該晒你 Samuel，交個時間俾你。好，大家下午好啊！咁啊，首先喺度多謝香港燃料電池及氫能學會嘅再次邀請啦。咁啊，呢個即係網上版啊。咁啊喺今日我會同大家分享翻喺過去嗰幾年啊，煤氣公司喺氫能嘅發展啦，同埋回顧一下或者展望一下將來究竟香港氫能發展啊，除咗我哋喺氫能交通方面啊，我哋仲有啲咩可以喺應用到嘅地方咧？啊，咁啊，我會用隨下時間同大家去分享嘅。啊，咁喺開始之前咧，唔好意思，而家聽唔聽到啊？聽到㗎啦，聽到㗎啦。哦，好。咁啊，我諗如果大家住喺香港咧，咁大家對煤氣公司都非常熟悉。咁但係我諗，如果係喺國內嘅發展咧，可能大家都未必太清楚。啊，自從1994年開始咧，煤氣集團咧已經係開始進軍內地啦。啊，喺內地我哋而家暫時已經有超過300幾家嘅燃氣嘅城市燃氣嘅公司。而喺過去嘅能源轉型啊，咁我哋亦都發揮咗一啲集團嘅轉向啊！我哋過去有一間傳統嘅傳統嘅燃氣公司，已經發展咗一間以綜合能源服務為主嘅公司啦。而到最近可能大家都會可能喺唔同嘅媒介都聽過啦。其實我哋而家都向一個叫做綠色能源嘅供應商嘅方向去發展啊！我哋嘅產物咧，除咗係喺講一陣間我同大家講多啲氫之外咧，其實一啲其他綠色嘅能源啊，譬如喺航運上面用嘅甲醇啊，就算喺航空業上面而家用緊嘅可持續航空煤油啊、SAF 啊，其實煤氣公司咧亦都有唔同嘅駐足喺嗰度啊。咁啊，再簡單分享一下啦嚇。咁啊，其實而家到今時今日咧，其實煤氣呢個集團我哋服務嘅包括內地同香港嘅客戶群咧，已經超過4400萬戶啊！咁如果我哋假設一個客戶裏邊有3個人啊，一個 family 有3人咧，其實我哋服務咧已經超過1億嘅人口啊！咁呢個就非常之龐大嘅數目啦。好啦，咁啊，點解煤氣公司我哋要咁有興趣去做一啲唔同嘅能源供應商咧？咁啊，亦都同大家都可以分享少少啦嚇。始終煤氣公司作為一間化石能源公司咧，我哋睇到啦，無論係國家嘅3060啊雙碳目標，亦都因為香港我哋要2050之前碳中和啊，再加上其實你會睇到唔同各行嘅各業咧。其實對減碳呢樣嘢咧，都有制定咗啲唔同嘅法定嘅 mandatory 嘅要求啦。啊，譬如好似航運嘅啊，或者係一啲海運嘅，其實喺一啲國際嘅海事組織啊，或者係國際啲嘅 IATA 咧，其實已經定咗一啲減碳嘅路徑啊。咁我哋好期望啦嚇，香港嘅氫，如果我哋發展或者全世界氫能發展咧，其實喺 land transportation 咧，其實都可以做啲相關嘅。一啲法規咧，咁叫絕對能夠幫助到氫呢個產業一啲嘅進程。好啦，咁呢度就同大家回顧下啦嚇，其實如果講香港嘅氫能發展，其實我諗就應該係3年前到啦嚇，3年前到，當喺上一屆政府咧，我哋開始睇到就係喺佢嘅施政報告嗰個叫做 policy address 嗰度啦，其實亦都開始提過，第一次聽到就係話，我哋希望喺會試行一啲氫燃料電池嘅大巴啊，咁呢個係2021年嘅事。咁喺呢一屆政府咧，亦都開始喺2022啊、23咧，都分別咧已經 confirm 咗嚇，我哋一定會試唔單止係大巴啦，我哋會試一啲重載嘅卡車啦，甚至乎喺2023，直情我哋開始去發展翻我哋香港呢個氫能嘅發展嘅策略啊。咁其實點解香港政府會
會側重於即係發展氫燃料嘅交通，尤其喺大巴同埋重載方面咧。咁其實呢個同大家分享少少啊，因為其實香港我諗大家而家普遍喺街上見到都好多 EV 啊，即係無論係國內嘅生產嘅啊，甚至乎一啲外國嘅品牌啊，其實都好多好多啊。咁但係其實佢哋普遍咧都能夠滿足到一般市民啊出行嗰個要求。咁但係一啲大巴啊，或者係一啲重載方面咧，始終喺電能呢個 EV 嗰個表現嚟講咧，啊暫時咧亦都有啲疑問啊，因為點解？因為香港始終係一個天氣非常熱嘅地方，亦都係一個即係喺三多嘅地方，咁變咗喺呢啲重載車嘅方面咧，政府亦都想啊，我哋會試下究竟氫燃料電池嘅交通會唔會係香港其中一個選項？咁所以點解嗰陣時喺2022年嘅施政報告咧，其實我哋已經講咗，我哋真係會試呢樣嘢嘅。好啦，咁啊，2024年我哋宣布咗我哋嘅策略啦，而今年我哋其中一個喺氫能發展方面最緊要咧，其實我哋亦都即係完成咗一個氣體安全條例嘅修例嚇。咁呢個咧亦都即係將來對於 hydrogen 嘅法例嘅規管咧，定下一個法律嘅規範啊。咁其實可以咁講啦，其實呢條喺7月25號咧，其實政府已經完成咗呢個氣體安全條例第51章嘅即係修訂嘅草案㗎啦。咁呢個修訂嘅草案咧，就係以針對作為燃料嘅氫氣去使用。其實可以同大家分享多啲啦。其實作為一個 gas engineer 咧，其實香港暫時我哋嘅氣體安全條例第51章咧，只係管制4種氣體嘅啫，煤氣、天然氣、沼氣同埋石油氣。咁呢一次嘅修訂咧，就係將一啲作為燃料嘅氫氣咧，都納入為規管嘅內容啊。咁基本上呢條氣體安全條例嘅修訂咧，已經喺立法會咧三讀已經講咗憲。咁接落嚟呢一年咧，就會政府會將一啲即係一啲嘅附屬法例啦，一啲嘅 COP 嘅附屬法例咧，就會交俾立法會審議。我哋期望咧喺2026年咧，即係一啲附屬法例再能夠放入呢條條例裏邊咧，就使到香港喺法例嘅基礎上邊對於氫氣嘅使用咧，就會更加啲即係可以有法可依啊！咁啊變咗，我相信亦都會加速到即係氫能發展喺香港嘅應用。咁另外再講一講咧，即係香港其實而家我哋嘅氫能發展策略四大目標第一樣嘢就係完善法規啦。我哋而家有一個氫能源嘅法規咧，其實會相對於其他氣體嘅應用，我哋由生產、儲存、運送、供應同埋使用咧，其實我哋都係一個成個產業鏈咁樣去完善去監管佢。咁另外啦，我哋亦都要制定一啲目標我哋希望咧，我哋嚟緊咧就會可以建立一啲完善嘅安全標準系統同埋一啲 COP 一啲指引咁同埋香港好得意喎，香港我哋大家都知道，即係我哋比較特殊啦一個金融城市究竟我哋喺香港會唔會我哋可以同個市場去配合，探索一啲氫能一啲新嘅應用場景咧咁最後就係審慎推進啦即係我哋而家香港。如果我哋因為未有法例框架之下咧，我哋而家咧所有嘅項目都要透過一個政府嘅跨部門工作小組喺多方面唔同去思考究竟呢啲項目喺無論喺安全方面，喺法規喺應用方面有冇一啲嘅考量啦咁所以而家香港即係有咗呢個即係氫能發展策略之下咧，其實我哋嘅可以咁講啦，氫嘅項目咧都會循序漸進。咁至於煤氣公司啦，即係煤氣公司究竟煤氣公司喺氫呢方面，我哋想做啲乜嘢咧？或者我哋喺成個產業鏈裏邊我哋有啲咩想做咧？咁其實咧就其實一個比較為容易簡單分一個全氫能嘅產業鏈好簡單，就係分生產啦、輸配啦同埋使用。咁其實呢三方面咧，煤氣公司都有啲唔同嘅諗法。譬如喺生產方面啦，咁可能大家都清楚啦即係煤氣裏邊我哋有一半係氫氣，咁所以我哋亦都即係都研究緊亦都有啲 project 已經做咗，就係去展示翻其實喺煤氣管道抽氫都係其中一個可以
作為喺香港供應氫嘅一個種做法。咁當然啦，其實煤氣公司亦都喺度諗啊，我哋其實而家咁多堆填區，我哋可唔可以利用堆填區一啲沼氣作為一個氫嘅生產咧？啊，咁除咗呢兩樣方面咧，其實而家我哋亦都喺香港啦，我哋亦都有啲唔同嘅項目喺度考慮緊。即係我哋嘅 waste 即係日常我哋咁多萬噸嘅一啲廢其實我哋有冇機會利用一啲比較先進嘅化學嘅process 譬如一啲叫氣化 gasification 將一啲 waste 轉做 syngas 而啲 syngas 咧再抽走一啲 hydrogen 出嚟咧。咁所以其實喺香港嚟講咧，其實煤氣公司管道抽氫當然要做啦。咁但係我哋亦都開放去諗下會唔會有其他方法去生產氫啊。咁另外啦，輸配啦咁頭先其實阿 Charles 都介紹咗啦，其實而家輸配都有好多唔同嘅諗法包括tube trailer 啦即係一啲高壓氫啦甚至乎頭先而家亦都有啲人研究緊液氫啦亦都甚至有啲叫固態氫啦，即係 metal hydride。咁其實呢啲方法咧，煤氣公司其實都積極研究緊即係會唔會有即係一啲新嘅技術突破？因為大家都明白啦，喺輸配上咧都係一個氫發展其中一個樽頸即係我哋點樣能夠好有效咁樣輸配氫咧，就絕對你嗰個氫經濟發展其中一個好大嘅因素咁最後啦就係即係使用啦咁當然啦，而家香港我哋已經有3架嘅環圍洗街車啦即係政府嘅。咁另外一架嘅就係雙層大巴啦咁我哋寄望啦，即係將來可能呢一個即係 fuel cell vehicle 氫燃料電池咧，可以擴展到一啲可能係5.5噸嘅貨車甚至乎一啲會唔會一啲比較即係14至16座嘅即係啲 shuttle 嘅小巴咧，咁我哋好寄望呢樣嘢喺香港可以即係有多啲唔同嘅參考嘅試驗項目啦。咁但係另一方面，我哋亦都希望喺度探究緊究竟氫燃料電池除咗我哋發電俾車用之外，我哋有冇其他嘅場景可以使用咧？咁所以呢啲亦都係煤氣公司喺度探究之中。咁到今時今日為止咧，咁其實香港政府即係跨部門工作小組已經收咗28個項目係關於即係氫嘅一啲試驗項目。咁你發覺其實煤氣公司都好積極基本上我哋而家咧已經有其中有7個項目咧都係我哋去入紙申請嘅。咁亦都有啲項目我哋基本上已經完成咗啦。咁接下落嚟我就想逐個同大家即係抽一啲項目出嚟同大家介紹一下因為呢啲項目咧，亦都即係包括咗唔同喺氫成個產業鏈嘅唔同方面一啲進程，包括生產輸配使用等等。咁第一個項目咧就係講緊即係我哋抽氫啦管道抽氫。咁呢個亦都係即係煤氣公司點解喺香港我哋好希望參與氫能發展因為我哋發覺其實香港有一個先天獨特嘅優勢即係因為我哋嘅使用緊嘅煤氣咧係一個喺全世界嚟講係一個非常獨特嘅即係個 formula 嚟嘅。咁其實喺過去嗰160幾年咧，其實如果大家係我哋煤客戶咧，其實你用緊嘅煤氣咧個成分咧都冇變過你會見到咧即係有一半係氫啦，有30嘅 methane 啦仲有2成就係大概係啲 CO2 啦，同埋其他啲即係一啲好少量嘅氣體啦。咁其實呢個咁 composition 咧已經係用咗163年當我哋第一日喺香港即係為我哋嘅客戶輸送煤嘅時候咧，其實當然啦，我哋嗰陣時係用煤去做咁所以做出嚟嘅氣叫煤氣。咁但係就係呢個成分，到今時今日，我哋喺我哋2間嘅生產廠房，我哋使用天然氣同石榴油去生產，但係生產出嚟嘅煤氣咧冇變嘅個成分都係咁樣樣。咁因為有一半係氫嘅話咧，所以我哋覺得如果香港我哋真係要起動氫能嘅時候咧，起碼我哋好容易解決咗第一個問題，就係氫喺邊度嚟咁呢個亦都我哋相信對其實呢個優勢咧，對香港作為一個氫嘅即係試驗中心又好，或者示範中心都好，一個積極嘅作用咁第二樣嘢咧就係其實而家我哋嘅地下管網咧，基本上已經
覆蓋咗全香港超過85%嘅地方。我哋用過去163年咧，已經編織咗3700公里嘅地下管網。咁即係話，其實喺香港大部分嘅地區咧，都有我哋管網喺你嘅腳下。咁所以你個亦都係一個非常大嘅優勢。咁問題就係啦，我哋點樣好有效將一啲氫從我哋煤氣管網嗰度抽出嚟？咁我哋會利用一個方法啦，就叫 pressure swing absorbent device，即係個叫簡稱 PSA 啦。我哋利用唔同嘅 absorbent，利用唔同嘅壓力，咁就好似一個 filter 咁。呢個 filter 有當一個 gas mixture 經過嘅時候，好似油圖咁。我哋嘅煤氣成分入去啦。咁因為我哋會挑選翻適當嘅 absorbent 啦，適當嘅壓力啦，咁只能夠有 hydrogen 就容易好 easy 咁樣能夠 pass through 可以通過。咁我哋就收集呢啲氫就可以供給我哋客戶。咁其他嗰啲 CO2 甲烷或者 CO 咧就會俾啲 absorbent 咧去包含住。咁其實呢個技術 PSA 呢個技術咧，其實唔係咩太空科技。咁佢其實喺一啲化工嘅工場裏邊咧，已經用咗超過40年。而一啲 medical gas，譬如 一啲叫pure nitrogen pure oxygen 咧，純氮純氧咧，都係用咁嘅方法去得到。咁所以呢個咧係一個非常之成熟嘅技術。而最重要咧，呢個技術咧係一個物理性嘅分離，唔係一個 chemical reaction 嚟嘅。咁所以喺安全方面咧係非常之可靠。亦都將呢個氫喺現場抽氫呢個風險咧減到最低。而最重要咧就係基本上我哋而家現有香港煤氣公司嘅 infrastructure 基本上已經係 ready 㗎啦。我哋唔需要做任何嘅投資。我哋都計算過，我哋每日可以大概咧抽到從我哋嘅生產裏邊都可以抽到大約30噸嘅氫嘅供應。我哋寄望啦即係喺香港氫能發展初期即係已經絕對夠香港去使用。咁當然啦，如果真係將來氫能好大量使用嘅時候咧，咁我哋真係要諗下其他方法點樣去引入氫源。咁呢個就係我哋第一個項目啦。基本上亦都係香港差唔多最早完成一個項目。就喺2年前啦，我哋喺大埔工業我哋自己大埔廠房裏邊咧，我哋做一套一個好細嘅版本。每一日我哋係製咗差唔多可以做120 m 嘅氫啦。咁就我哋利用呢個試驗項目咧，就引證咗即係我哋管網抽氫咧，其實唔係紙上談兵嘅。我哋亦都呢個項目咧，我哋請咗好多唔同嘅學會大學一啲唔同嘅持份者，包括政府官員一齊去睇過參觀過。咁大家確信咧，其實呢樣嘢即係佢哋睇完之後覺得，咦，原來做攞氫過嚟咁簡單嘅喎。咁亦都加深咗佢哋喺香港發展氫能嘅信心。咁另外啦，頭先我哋講過啦，其實喺產氫方面，我哋除咗係我哋煤氣管道抽氫之外咧，其實我哋亦都有一啲所謂叫做綠氫嘅項目發展緊。咁香港咧，其實因為金融城市，天然資源咧唔多，但係我哋有嘅資源咧就係一啲其中就係垃圾啦。即係我哋有3個堆填區。咁而家喺將軍澳堆填區嗰度咧，其實我哋發覺即係夜晚嘅時候咧，始終我哋有少少沼氣過剩。因為夜晚我哋煤氣管道冇用嘅時候咧，呢啲沼氣咧唔能夠轉化去落翻我哋煤氣管網裏邊。咁我哋夜晚剩咗嘅沼氣咧，好多時候咧都要fire 咗佢燒咗佢。咁呢個絕對對個環保方面一個唔係咁好唔係咁好嘅影響啦。咁所以我哋就同 Veolia 合作。Veolia 就係呢個場嘅 operator。我哋同佢合作，會唔會我哋可以將夜晚一啲用唔到嘅沼氣，我哋將佢收集翻嚟，然後透過一個就係 steam reforming 嘅 process SMR，我哋再重整就利用佢裏邊一啲甲烷嘅成分變咗為氫氣。咁呢個項目咧就係非常之有意義嘅項目嚟嘅。因為點解咁講咧？因為其實我哋冇風電我哋冇水電冇風電冇太陽能即係唔足夠啦。咁但係我哋亦都能夠利用 landfill 一個 renewable energy 去產氫。咁亦都加上喺呢個landfill site 裏邊咧，佢所有用嘅能源咧都係
generate 埋嗰個landfill 嘅 CHP。咁變咗其實我哋就可以傾，其實呢個絕對係一個綠色嘅氫能嘅項目。咁我哋預計呢個項目咧喺出年第一季咧，我哋就會完成㗎啦。咁到時亦都歡迎唔同嘅學會一齊去大家一齊去參觀，一齊互相去交流啊。咁當然啦，做一個 pilot，我哋唔會做好大量啦，我哋只係做一個每日大約300公斤嘅量。咁但係可以同大家分享咧，就話如果呢個真係 work 嘅話，或者將來市場一有需求嘅話，其實香港呢3個堆填區加埋埋咧。其實我哋要相信每日可以提供最少10噸嘅氫氣俾香港去使用。好啦，咁講完 production 啦，咁我哋又講下即係 application。咁而家大家見到左手邊啦就係頭先我所講嘅一台即係City Bus 嘅大巴啦亦都有3台政府嘅即係洗街車。咁但係煤氣公司亦都希望會唔會我哋可能夠拓展到其他嘅應用場景咧因為其實fuel cell 我應該咁講，氫能呢樣嘢咧，其實我哋暫時睇唔到佢喺 combustion 即係作為燃料方面咧，會有一個大量嘅使用因為始終燃燒氫氣同燃燒煤氣或者石油氣咧有一個非常大嘅分別佢太輕啦好難用現有技術咧，好難做一個好穩定嘅燃燒。咁所以而家全世界大部分嘅氫嘅應用咧，都係透過燃料電池去發電。咁既然係發電嘅時候，咁香港有冇啲場景係可以利用到即係氫燃料電池去發電咧？包括一啲喺附近冇電嘅必嘅，能夠有一個充足供應嘅，譬如一啲偏遠地方佢做唔做啲 EV charging，甚至乎一啲工地，我哋會唔會做到一啲即係 power generation？咁呢個就係一啲我哋而家煤氣公司研究緊嘅方向。咁其中我哋喺 project 第9個number 9呢個咧，我哋就喺西貢一個 pedal 級嘅地方。咁呢個地方咧就係一個 sport 級嚟嘅。咁我哋喺度咧就係嘗試即係透過燃料電池去發電俾一啲充電樁咁個原理就好簡單啫。咁呢個西貢啦，咁煤氣公司做嘅就係第一就係將我哋嘅 network，我哋嘅管網咧就延伸到呢個西裏邊。咁而家大家喺左下角咧會見到3個即係 container 啦。咁第一個 container 咧就係連接到我哋煤氣嘅管網，而我哋喺呢個一個 container 裏邊咧，我哋就係用翻頭先我所講嘅 PSA 嘅技術，將煤氣裏邊嘅氫咧分出嚟咁分完出嚟之後咧，咁我哋就會基本上就去到 container 22號嗰個貨櫃裏邊，咁裏邊咧就有一個 fuel cell。咁呢啲氫咧就會直接進入 fuel cell 咧，就產電作為一個即係 EV charge 㗎啦。咁另外第3個箱係咩嚟嘅咧？咁頭先同大家講過啦，咁煤氣嘅成分裏邊咧，我哋除咗有氫之外，我哋有3成係 methane，有2成係呢個 CO2 嚟嘅。咁變咗我哋知道呢啲 CO2 或者呢啲嘅 methane，我哋所謂俗稱尾氣啦。其實佢仲有熱值喺裏邊嘅我哋唔可以即係立亂排咗上天因為呢個都係一個污染嚟嘅。咁我哋會再全部利用晒呢啲尾氣，透過一個即係 gas generator 一個燃氣嘅發電機，我哋再進一步再發電亦都可以將啲電咧又儲起，再俾唔同嘅 charger。咁而呢個項目因為係一個 sport centre 嘛，我哋亦都做多咗一組熱交換器，就係將CHP 裏邊一啲嘅餘熱，我哋 waste recover heat recovery 吸翻啲熱水翻嚟作為一個熱水嘅供應俾呢個 sport centre 去洗下啲熱水嘅洗地方甚至乎喺浴室裏邊一啲 bath 俾一啲運動員去沖涼咁成個系統咧就非常之 efficient 啦因為你發覺從我哋第一點煤氣到我哋嘅分離之後，無論係氫氣啦，甚至乎尾氣咧，我哋都係全部使用嘅基本上喺呢個 cycle 裏邊咧，我哋冇任何一點嘅能源咧去浪費或者抌咗上個天度。咁呢個係其中一個係非常之好嘅展示，即係原來氫除咗喺交通方面，我哋亦都喺發電尤其啲分佈式嘅電源裏邊咧，即係都發揮到佢嘅功用。
咁啊，第二個可能大家最近睇報紙啦，都發覺其實留意到啦嚇，其實科學園我哋亦都做咗個類似，咁但係呢個嘅分別咧就係、呢個就係正正式式一個商業版本嚇，因為呢個咧我哋會開放俾公共嘅公眾去叉佢哋嘅電車咁個原理咧基本上係同頭先我講嗰個咧大致上相同不過問題咧就係、如果第時我哋寄望呢個 project 咧。就喺出年嘅6月度咧，我哋就會完工啦。咁寄望如果大家第時可以去到科學園嘅你可以將呢個 EV 就去揾我哋呢5個 charge 去充電啦咁啊嘗試下利用就係氫能叉電呢個新嘅即係技術嘅應用。咁除咗係講即係 EV charge 之外咧，其實流動式電源咧，其實喺香港咧，亦都譬如喺啲工地咧，就非常之即係有呢個需求因為其實同內地好唔同內地嘅地盤好多時已經係三通一平即係已經有電有水有氣。咁但係香港嘅工地咧就比較得意啲，好多時候咧比較可能喺 remote area 咧，基本上乜都冇嘅。嚟緊嘅北部都會區其實都有類似嘅情況出現因為尤其啲新發展區。咁而家我哋構思緊就係會唔會我哋即係會利用一啲氫燃料電池嘅發電機就係會放喺地盤裏邊，而我哋將啲氫運過去作為一個發電，去取代咗傳統嘅柴油發電機咁大家都知道啦，即係傳統嘅柴油發電機，當佢行緊嗰陣時，又嘈啦，又有黑煙噴出嚟啦咁相對於一部即係氫燃料電池嘅發電機咧，又靜啦，又冇排放啦就係個電同埋水嘅啫得兩個產品，咁變咗呢個絕對能夠將地盤一啲嘅碳排放減低啦亦都令到一啲發展商可能喺個 ESG 報告裏邊亦都覺得呢樣嘢值得去推廣。咁而家我哋下一步咧就係會同一間即係柴油發電機嘅租賃商啦即係合作一齊去研發一部即係適用於喺地盤應用嘅即係氫燃料電池發電機我哋設計暫時就有一個 model 嘅120千瓦，咁呢個部機咧設計咧就針對翻個 footprint 因為呢部機嘅 footprint 咧同一部傳統嘅柴油發電機嘅120千瓦嘅模型咧係一模一樣嘅當然啦，我哋唯一咧就高咗少少。咁裏邊亦都包含咗一個 fuel cell 同埋4個20公斤嘅氫氣儲存嘅一啲嘅廳啦咁我哋寄望啦，即係呢個亦都係即係為香港，尤其喺建築業界裏邊會唔會即係一個減碳嘅 action、減碳嘅即係工具咧？咁呢台嘢基本上我哋就會希望喺嚟緊11月我哋會做一個展示嘅，咁就會可能喺全運會啦即係粉嶺嗰個高爾夫球場就會擺一部即係作為一個示範。咁當然啦，我哋只係負責一小部分嘅電力，咁但係希望就係透過即係一個即係氫能即係展示俾大家睇氫其實除咗係可以喺交通上面應用咧，其實喺唔同嘅地方咧都會應用到氫能而呢樣嘢亦都能夠幫助到香港喺2050之前達到碳中和嘅其中一個重要嘅工具。咁最後一樣嘢，我想同大家分享嘅係咩咧？就係、其實氫我哋講咗咁多啦，其實係除咗我哋喺我哋 end user 喺我哋最末嘅用戶端去使用氫能之外咧，其實氫其中一個最大嘅作用咧，亦都可能喺一個源頭端即係能源嘅生產端。咁頭先同大家簡介過啦，我哋1862年用煤開始生產嚟嘅，用煤開始生產我哋嘅煤氣到60幾年前，我哋開始轉用重油一步一步越嚟越乾淨用石老油landfill 甚至乎天然氣一齊去生產煤氣。咁但係點乾淨都好啦，始終我哋都係化石能源。我哋而家就諗緊，如果我哋真係要同香港政府2050邁向碳中和，究竟煤公司下一步嘅煤氣係應該點樣去生產咧？咁嚟緊2025年咧，我哋都有幾個方向咁其中一個當然啦，最簡單就係將而家我哋石老油就會採購一啲就係 renewable 嘅 lava 啦一啲可再生嘅石老油，可能係利用一啲 biomass 去生產出嚟。但係氫咧，亦都係其中一個即係我會研究緊嘅地方如果將來有一啲
好大量嘅氯氫啊，假設有啲好大量嘅氯氫啊，若干年後又好平嘅，咁其實我哋亦都考慮緊會唔會就好簡單，我哋直接採購啲氫翻嚟，然後咧我哋亦都即係採購一啲即係 carbon capture 攞到嘅 CO2 翻嚟，咁到時候咧喺我哋嘅大埔廠房咧，再唔係就係生產煤氣，反而我哋就係點樣去做一個雞尾酒，點樣去混合一啲氫啊，點樣混合埋一啲 CO2 啊，甚至乎其他嘅即係 gas，我哋會混和餐頭先我所講嘅5成氫、3成 methane 同埋2成呢個CO2 嘅 formula 去做翻我哋嘅煤氣供應嚇，因為始終我哋喺煤氣嘅供應嘅 infrastructure 咧已經係一個非常之可靠嘅系統。但係問題，我哋點樣將個源頭我哋生產煤氣呢部分將佢變綠？咁氫咧係其中一個，即係將來好重要，即係會唔會能夠再進一步將我哋生產個減碳嗰度咧，可以再進一步減低其中一個材料啊。咁其實唔同嘅能源公司包括係燃氣公司，甚至乎一啲電力公司，其實大家都係諗緊將來氫能喺呢一方面會唔會作為我哋喺生產我哋嘅能源嘅時候，其中一個最重要嘅供應啦啊！咁啊，今日嘅分享咧就係到呢度同大家分享咧就差唔多啦。咁就多謝晒大家，多謝。